老妈，我喜欢你抱着我的感觉。不如去你那吧。就我呢？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别跑，别胡闹，赶快出去。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爱宝和张总的事情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前不久，我才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可是已经太晚了。爸，你给我拿本杂志嘛。哪本啊？第一本啊。
我要去见网友喽。什么？我说，我在这一晚上你都不理我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这大晚上见什么网友啊？那你说说，这网友是男的是女的？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啊？我现在就要去见网友了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我现在就要去见网友了。好了，来嘛，来嘛。来，坐下。现在听话，把工作做完了以后再陪你聊天，行吗？啊，行了，别生气了。